苏安娜。嗨，港古迪苏安娜。我看到你动嘴巴，代表你有心想要学这句话。啊。不要觉得很难，这是全世界最浪漫的一句我爱你。你看音节这么长，你心爱的人站在你前面，他至少要听你讲你这句话要超过3秒钟。那他如果他站在上面，什么沙哑了，就代表他爱你，真心的听你把这句话讲完。哦，马乌拉嗨，嘎古，迪苏安娜，马乌拉嗨是喜欢的意思哦，嘎古是我，哦，迪苏安娜是你的最高级，所以我只喜欢这一个，哪一个？来一起学啊，马乌拉嗨，嘎古，迪苏安娜，好，你在一起哦，马乌拉嗨，嘎古，迪苏安娜，来一起。马乌拉嗨，嘎古迪苏安娜。哇，好棒！好，会了哦，要先用唱的哦，好不好？进阶版用唱的，用唱的。哎，老师请来哦。妈，我妈在花莲。来。迪苏安娜要念快一点哦，迪苏安娜，公主迪苏安娜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有浪漫的哈。哎，一起唱好吗？记得哦，好不好？来这首歌《马乌拉嗨嘎古迪苏安娜》，我爱你。